来关心美国最近是真无平静，在密西西比州的一间餐厅，初五暗时传出枪声，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另外，初六在德州的一间卖场，有歹徒甲来设假的人阵开枪，造成上无8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因为这个嫌犯当场是已经被警方断死啊。 在了枪声响起，民众惊吓逃走，也毋过枪声犹原无停。美国德州达拉斯当地初六一间名牌折扣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为现场一台要离开汽车的监视器内底，一旦看到相关记录车，就向打咧设计民众开枪，互真侪人惊吓逃走。We see the guy. There's this guy dressed in all black, wearing a vest, has an assault rifle, and he's just shooting at people right across. So we got everyone in the store into the back of the store and just camped out there for the time being. Just got out like 30 minutes ago. 因为世界人真济，商场内底消费者甲员工听到枪声时阵，紧急入比商场的窗橱区避难，一直到警方接到消息到现场，甲嫌犯展开枪战，当场大肆抢抢了后，被内民众则伫警方协助之下疏散。 Found 7 deceased individuals on scene. We transported 9 individuals to the hospital to area trauma facilities. Of those that we transported, 2 have since died. 3 are in critical surgery, and 4 are stable. 刚刚发生枪案个密西西比州海泉市一间餐厅，当地初五深夜办活动的时阵，嫌犯向客情走入去，向餐厅内底差不多200人开枪，造成一名19岁的青少年死亡，真侪人着枪。嫌犯犯案了后，就走离现场，下落不明。李相犯是互紧急送去病院治疗。根据统计，美国因为枪击泛滥，为2023年年初到暂时为止，已经发生198件，无包括枪手，至少有4个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案。 这嘛是2016年降级以来，枪击暴力案件上侪一届。公司新闻台是唐平友。